嗰啲馬入征咗去直路啦。前面美麗邂逅仲有少少嘅優勢，外邊實力派冚埋去，安泰入邊呢仲未揾到位嘅。再見到中間位置追有大眾福星、橙衫中檔穿甲戰英，外邊三軍勇將最出99為尊，最後百零米美麗邂逅仲有優勢，內欄打上嚟安泰，中間穿甲戰英點解上嚟啊？接近終點第一名，相當近啊！攞出去外邊呢，仲有勝意啦，精彩動力嗰啲馬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電信巴打有啲驚喜喎，擠嚟一個身位嘅。咁啊，見到中間天威上緊嚟，入邊有新意馬，最出嗰隻係勝意啊。最後100零米，電信巴打依然係佔先啊。中間天威上咗嚟，入邊係新意馬，出邊係勝意。最後50米到，電信巴打入邊，天威外邊追咗上嚟，兩匹馬相當接近啊！好多謝，唔該多謝。